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單車節需要準備啲咩。咁我自己就參加過3次啦，今年就係第4次參加。第一次就參加30公里，之後嗰2次咧都係參加50公里嘅，而我今年咧都係參加50公里啊。所以大家如果係參加50公里嘅話，就睇下見唔見到大家啦，到時。咁集合地點啊同路線咧，我就唔喺度講太多啦，因為大家參加咗嘅話咧，都會喺 email 嗰度可以睇到相關嘅資料啊，又或者自己可以睇得到啊。咁我最主要嘅係會講過程入面，大家可能有啲地方係需要注意，但又未必諗得到喎。咁首先第一樣嘢咧，部車上面一定要有頭尾燈啊，因為到時出發咧就大概係依一種咁樣嘅天色去出發嘅，周圍都係好黑都唔定啦。雖然都有依一種嘅街燈，不過就最好係要有頭尾燈啦。可以啊。咁50公里，我諗踩到差唔多到終點咧，先至會開始天光嘅。而30公里咧，正路我冇記錯出發嘅時候，應該就已經係天光㗎啦。咁去到起點集合咧，就有機會係需要等一段嘅時間嘅。咁又視乎大家係幾多點去到啦。越早去到咧，就話唔定要等得好耐嘅，可能等成個鐘都唔定㗎。所以要帶定少少嘅食物啊，帶定啲能量膠啊，又或者餅乾仔啊嗰啲啊。踩之前可以食啲啦，踩之後跟住踩完啦又可以食翻啲咁樣。咁喺起點度集合啊，定係踩緊嘅時候好多人㗎啦。咁好多人嘅時候咧，就記得要保持翻一個安全嘅距離，係起點等緊嘅時候已經要㗎啦。因為我都留意到咧，有啲車手喺度等緊嘅時候咁好興奮啊，喺度傾偈啊，跟住越傾呢部車就可能周圍搖嚟搖去啊，發嚟發去啊，就會撞到人哋部車。我留意到有呢一個嘅情況，所以大家傾偈還傾偈，就注意翻自己部車唔好撞到人哋部車啦。如果唔係有啲咩拗叫咁就唔好啦。咁踩緊啊，真係出發嘅時候就更加係啦。呢一個如果係唔小心嘅話，有意外就唔好啦。不過我就比較少聽到話有車撞到車嘅，比較多聽到嘅意外咧係啲 U-turn 位啊、落斜位啊、炒車啊，嗰一啲係比較多嘅。咁保持翻2秒嘅一個反應嘅距離啦。自己本身部車個迫力個制動唔係咁好嘅話，就同人哋拉翻開遠少少啦，係啦，俾自己一個更加多嘅反應時間啦。咁然後喺路況嗰度都好似我頭先所講啦，係有一啲落斜啊 U-turn 嘅位置，尤其是係 U-turn 就要非常非常小心㗎。咁有啲 U-turn 位佢唔係平路 U-turn， 佢係落緊斜，突然有少少 U-turn 咁樣，即係你個車速係可以去到好快嘅。咁如果唔為意啊，係一個 U-turn 位咧，就可能炒車啦，因為收唔切啊，就或者撞咗落去前面嗰個人。前面嗰個人你收得切喎，佢轉緊彎喎，點知自己收唔切喎，就一下撞咗落去。所以隨時就要做好一個隨時 U-turn 嘅心理準備啦，係啦，話唔定前面踩下就 U-turn 㗎啦。可能啲隧道位啊，出咗隧道位啊，差唔多啊，就準備 U-turn 啊，兜翻另外一邊咁樣出翻去啊。又或者上橋嘅，咁你上到橋差唔多，可能某一啲位跟住又要兜翻轉頭。咁 U-turn 嘅位置，如果大家真係想事前知道邊一啲位轉彎嘅，亦都可以睇下條路線啦。同埋預咗有一樣嘢就係初期如果出發嘅時候咧，好多人㗎嘛，逼埋一齊㗎嘛，咁自然有一啲人嘅轉彎能力冇咁好嘅話，係有機會喺個彎位度落腳嘅，甩落咁樣，可能佢上緊 lock 嘅，跟住有隻腳甩咗 lock，跟住就直接企咗喺地下度，因為佢轉彎唔係咁好，佢覺得條線唔係咁靚喎，咁後面咧就有機會閘停咗，咁就會停，咁呢一啲都係需要準備，所以轉彎嘅時候有時真係快唔到嘅話就快唔到，就收翻慢少少啦。我記得上年有1-2個彎係特別多人嘅，突然哇去到嗰個彎好多人喎，喺雪糕筒，跟住要咁樣喺啲雪糕筒嘅後面咁樣過嘅時候，嗰個位置係零舍多人，就要自己逼埋一齊啦。咁逼埋一齊嘅時候，你喺嗰條線嗰度自己好靚咁樣過去。咁然後喺馬路嘅中間咧，有時候我哋需要 cut 線嘅，話唔定要 cut 去隔離嗰度啊，轉線咁樣繼續踩啊。cut 嘅時候就留意翻個路面。係有機會有啲貓眼，又或者叫做路釘啦，一嚿嘢嘅銀色咁樣噶啦，就小心啲唔好碌咗落去啦。上橋嘅時候，橋上面有機會好大風，咁就睇下自己用刀拎啊，定係低框拎啦，係啦。咁如果有啲重磅啲嘅師兄又踩得夠快嘅話，話唔定用刀拎都 OK 嘅。但如果好輕喎，又唔係好夠力喎，但係又用刀拎喎，就話唔定一劈過嚟啲風就即刻哇好搖都唔定啦。我記得我第一次踩30公里咧，嗰陣時係真係好大風，大風到我係覺得哇就快炒車咁樣咯，係真係好大風。我第一次參加30公里嘅時候，之後嗰2次參加50公里就好多啦，但係都有風㗎。都有風嘅，所以上橋嘅時候就要小心啲啦。跟住喺體力分配嗰度咧，我就覺得平時練開車嘅咧就唔使話點擔心噶啦，hea 踩都可以好快咁樣踩完50公里噶啦。
咁但係對於一啲第一次參加，又或者平時都冇乜點樣踩開呢個距離嘅車手，就要做一個體力嘅分配啊。建議初期唔好話衝得太過盡啊。係啦，唔好話見到個個都話去得咁快喎，咁又去得咁快，除非嗰啲位係真係要快啲啦，因為有啲位你真係唔快啲會塞住晒後面嘅所有人。係啦，慢車就盡量靠翻左少少咯，快車嘅話就靠右少少。快嘅人咧就自然喺右邊嗰度過啦，慢啲嘅人就喺左邊嗰度慢慢踩，大家就安全啲。然後慢踩嘅時候就可以跟翻自己嘅節奏啦，就唔使話見到人哋哇踩得咁快喎，就一定要死跟住人哋踩得咁快。除非話自己真係突然想跟下人，咁對方又唔介意，咁咪一齊踩咯。但係跟翻自己嘅節奏咧，又唔好話慢到俾人 DQ 喎，踩得太慢咧係會俾人 DQ 嘅喎。所以係要保留到一啲嘅體力嘅同時，又要有少少嘅速度可以足夠令到自己完成到個50公里又或者30公里啦。咁最後仲有一樣嘢就係單車節嘅50公里組別同埋30公里組別咧，都唔係比賽嚟嘅，都係一個活動啦，俾大家去欣賞下呢一度呢個地區嘅一個景色啦。然後亦都係同其他嘅朋友仔啊，又或者車友去感受踩單車嘅一個樂趣啊。係啊，咁啊係一個咁樣嘅活動啦，所以大家最尾就係好好享受呢一個嘅單車節啦。到時就玩得開心又安全啲。咁今日呢一條片咧，其實就嚟到呢一度㗎啦。咁我哋又下條片再見，又或者單車節再見啊！